家好，歡迎收睇入境處服務動資訊。我係入境事務主任邱可燕，我會為大家介紹如何替新生嬰兒辦理出生登記。家裏新添成員確實可喜可賀，但當你忙住照顧 BB 嘅時候，千祈唔好忘記需要按照法例要求，喺嬰兒出生後42天內到出生登記處辦理登記事宜。根據現行安排，新生嬰兒嘅出生登記需要喺出生醫院向登記官作出呈報表後先至可以進行。如果出生登記係喺嬰兒出生後42天內辦妥，登記手續不收取任何費用。如果係喺嬰兒出生42天後，但不超過1年嘅時間內辦理，就需要繳交登記費用港幣140元。如果超過1年此行辦理，就要首先得到生死登記官嘅批准，並繳交登記費用港幣680元。喺辦理登記手續後，如果你想申領一份出生登記記項嘅核證副本，一般稱作出生證明書，亦需要繳交法定費用港幣140元。任何人士如果刻意不依從有關法例為嬰兒辦理出生登記，即屬違法。所以各位父母，請謹記要依照法例為你嘅子女辦理出生登記。我再重申，根據香港法例第174章《生死登記條例》第7條，父母須在嬰兒出生後42天內向出生登記處辦理登記。若有人刻意不依從法例辦理嬰兒出生登記，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罰款港幣2000元，或入獄6個月。父母須按法例為子女辦理出生登記，以免因逾期辦理有關手續而損害子女可得嘅醫療、教育和福利等相關權益。喺免費登記期內，父母可以使用預約服務。父母可以透過入境事務處24小時電話預約系統2598-0888辦理預約。父母亦都可以透過呢個網址經互聯網辦理預約。辦理預約前，父母應該先跟相關嘅醫院查詢，確保有關嘅新生嬰兒呈報表已經送交俾登記官。而辦理預約嘅時候，父母所提供嘅資料必須跟新生嬰兒呈報表上嘅資料相同，否則不能進行預約。完成預約手續後，父母可以事先經互聯網填寫表格出生登記所需資料，表格 BDR 93A， 並最遲於預約日期前嘅1日經互聯網遞交。相關嘅表格可以喺呢個網址下載。表格亦都可以喺入境事務處總部或任何一間出生登記處免費索取。除咗經互聯網遞交表格，父母亦都可以喺辦理出生登記嘅時候親身遞交表格。辦理出生登記一般可以即日完成手續。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如何替新生嬰兒辦理出生登記，歡迎大家隨時瀏覽熒幕上顯示嘅入境事務處網址。